蒸馒头蒸一天了，还在蒸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这是，哎呀，中午吃了8、9个，再吃几个？我看5个，再吃5个。这是馒头，家人们，这是馒头，大白馒头，你看多好看。好了，这样过年就，过年吃就行了。明天过油。这几天快递也停了，哎呀，也没有发货，每天在家里准备过年的东西，准备好几天了。姐姐和阿姨们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